今次4月13號，星期日暨沙田日賽。今期先揀咗兩隻膽，一熱一冷嘅場次同大家睇下。呢兩場都會同大家分析埋其他配腳。大家好，呢度係賽馬零簽，運用報紙記黃大仙賽馬零簽，同大家解讀賽馬日心水。而家馬上同大家睇睇呢兩場馬。先嚟第五場，第二班1200米草地香港賽馬會社群杯。先同大家睇零簽，而報紙對應第五場嘅零簽係48秀國聽琴自喜詩。零簽故事所講係卓文君思念才子司馬相如，先取主角字當中記馬字，所以先揀呢隻5號愛馬倩。卓文君漏夜同才子司馬相如私奔，了解當中記時間係夜晚，聯想記馬名就係星際，所以會再揀9號星際快車。兩人漏夜私奔到鄉下臨窮古城，當廬賣酒，當中故事精細指出該地方為臨窮市，故此再選就係6號輝煌精英。最後才子司馬相如，佳人卓文君，兩人當廬賣酒下廚，佢哋嘅愛情故事明顯就係呢隻馬3號美麗緣分。先總結一下第五場嘅解讀。第二班1200米草地香港賽馬會社群杯，先揀田雞鄭俊偉呢隻做膽5號愛馬倩，其次配腳就係3號美麗緣分、6號輝煌精英同埋9號星際快車。接住落嚟就睇睇尾場11場第三班1400米草地，零簽係第二簽，枯木逢春盡發生。每逢春天枯木盡發生芽，講記就係以年去計算，年復一年，明顯地都會要翻大熱門。4號光年魅力，桃園當中花香葉茂，引來不少蝴蝶頻來，意指就係遇到美麗嘅事情，所以再選就係13號美麗邂逅。另外桃園當中亦係一個百花爭妍嘅地方，一個競鬥嘅心態，取一眾馬名當中嘅戰字，所以接住就揀5號穿甲戰鷹。最後呢隻故事講黃道真誤入桃園，靈機一觸聯想到進入或者誤入嘅馬名，就有高球一桿入洞嘅聯想，所以就係呢隻3號康樂高球。總結尾場11場第三班1400米草地，先選4號光年魅力做膽，配腳有3號康樂高球、5號穿甲戰鷹同埋13號美麗邂逅。最後祝各位朋友好運。